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嗯，安。平安平安。今仔日要看老师坐船，要坐去对位，等下较甲大家讲。因为咱今仔是已经坐到50集啊，对吧？听嗯哼，讲，咱开始先甲老师讲，咱要来讲宣教书。老师就讲啊，50个人，敢有遐尼济？是安尼。嗯哼，对啊，我阵就想讲讲10个可能有法度，超过无法度啊。开始以后迄阵开始就讲50集，免有遐济人个讲。其实我今日已经到50个人讲了啊，讲了个发现讲，还佫有一大堆宣教书拢无甲伊讲着。对，拢家己咱效法的，拢因的脚车拢是真水，所以是真济啦吼。上帝的仆人真济，今仔日是算做50期，阮特要结束即个宣教书的代志，也较早伫台湾的脚车，刷落去，阮特要佫有改变别个方向来讲话，来对。甲大家分享。是，所以咱今仔拢咧坐船。最近足侪人开始开放了，开始坐船去世界耍吼。来，咱等下甲大家讲，后礼拜要坐去佗耍。咱今仔日要来复习哦，考试，甲大家考试。今仔日咱是直接伫顶悬的哦，毋是录好的。所以你若有啥物话吼，会当甲大家人讲好。咱今仔日为什么会开始？嗯，对大生来台湾的荷兰人毋过荷兰人来以前荷兰的牧师来以前，天主教有一个神父，就捌来伫台湾起一间厝啊，起一间教会。目前抑佫剩咧教会内底，会当讲伊是第一间。伊迄个起伫屏东啦。屏东的一间教会。400当前吗？你看咱是超过400当。对，咱今年拢咧庆祝讲。伊即张图咱着看着啊，咱真简单来看荷兰来的时阵1624，荷兰伫台南的所在着做因的中心伫做有宣教书着开始入来。后来郑成功毋是甲荷兰人赶走嘛？赶走的是所有伫遮受洗基督徒赶走。赶走以后，伊就禁止人信耶稣。郑成功有宗教的迫害郑成功佫刷落，伊佫再互大清国甲伊拍败，郑成功就无去清朝甲迄个共款有哪是伫台湾内底，抑佫是算做闭关啦。伊的所有港口拢毋爱互外国人入来，一直到当时呢，一直到鸦片战争战争以后，有足侪款的条约，譬如讲南京啦、南京条甲英国定的，来佫有天津啦条约，来北京条约，就是讲外国人看着讲，中国佫真好甲伊骗的算做甲伊骗。伊出兵以后，然后好，你若无爱互阮派，咱来签约。签约拢无平等啊。随在因讲咱迄阵大部分，咱就派李鸿章出去吧，就甲伊签名就是安尼讲，你这完这到北京条约的是台湾的安平港啦，淡水淡水港口啦，佫高雄港，都拢开放互外国人入来。安尼开放，因为较早是不准外国人入来，所以宣教书也袂当入来。开放以后，宣教书就会当来。上大先来就是对英国。后来咱知影讲，英国人伫台湾一直到台湾去换日本，政府变几啊？政府对清国佮变互日本。
日本就禁止山地宣教，来到日本以后，佮来到中华民国，就是到今仔日，大约咱会当看见安尼啦。即个中间到底有偌济变化，偌济人咱来看，第一个荷兰统治的时阵，是1930开始。因主要是伫向西拉雅，咱即摆有一个西拉雅族就是新港文书，伫遐拢总有对遐开始啦，所以派来台湾的牧师有32个荷兰来的，咱敢若讲差不多5个尔，咱讲5、6个尔嘿啊，讲落伫遐还是。伫设立教会是伫1636年5月26日，第一间学校就伫台湾设立。设立即间学校是用新港文，新港文就是用罗马字拼音的，甲即摆罗马字的台语共款拼音。毋过因迄阵叫新港文，因为迄个所在叫做新港，西拉雅族。伊就用即个文来教台湾人，台湾会当讲是原住民啦。因为迄阵中国人还未来，迄阵中国还佫无来台湾，若有来是几个仔偷走来，偷早来遮为着要趁食，因为伫中国大陆诚歹趁食，所以因就走来。即台湾拢是原来住伫遮的人迄阵荷兰来牧师上重第一个是甘知识来叫做尤罗伯，种的是伫遮真重要，因为伊伫遮设立新港门，因就甲迄个较早咱的原住民的话，用罗马字甲拼音出来，就是安尼来成立。大家人拢会晓看，你看到迄个字，你敢若学26字就会到个啦，你学这字就会当读恁家己的本国，因为你若要学汉字，学甲会晓讲，上少爱开10档啦。对你若讲用罗马字，你家己本地咧讲的话，甲用罗马的拼音甲伊写出来，安尼3个月就有够啊，1档就毋免啦。所以14档万几个人信主。对，因迄阵甲圣经已经翻译，圣经新约圣经就翻译做新港文，足侪人会晓读，会晓读这个基础是足重要。虽然讲但成功来是因着禁止人信耶稣，基督教就伫台湾绝迹，就是讲伊甲原住民原底有信耶稣的拢总赶走。若无爱走，你就袂使信，你就换拜妈祖啦，是讲拜啥物所以足侪人的遮个信徒呢，有的人就走去东部，有的人走去山顶，拢继续因有即个伫咧到200当后，英国人来时，就真容易的就甲福音传遍。即张图咱拄则已经有看过。200当的时间啊，像200当的时间，就基督教伫台湾登去。到清朝共款清朝迄个是闭关就讲伊甲所有港口拢封起来，讲无爱互外国人，外国拢是啥物彝人迄个无开化的人，迄个番拢是戆人，拢是戆人，拢番无爱互番入来，咱足伟大的中国。是足优秀的民族，咱拢是安尼想法。就拢封起来，无爱甲外口有接触。就安尼，咱的科学甲文学啦，逐项方面拢会退化，因为赶袂着时代。所以第一个甲咱定条约的就是英国，就是南京条约啦。南京当然迄阵就开放5个港口。迄阵5个港口会开放，后来逐个国家就看讲，佫袂歹佫袂歹，伊佫会当
要求啥阮出兵来甲你战，阮的兵拢总损失偌济钱，你爱赔。就是我算个1亿还是2亿，你着爱赔。安尼佫袂歹趁是法国也来，日本也来，苏俄也来，拢总有11个国家来甲中国订条约，拢总有出兵啊！你爱有出兵，才有准算。讲阮的兵已经够啊，阮的兵爱开偌济，恁拢爱赔来。有遮尔好康的哦！我食饭你出钱哦。所以这拢是无平等的条约到北京条约的时阵，台湾的港口就拍开啊！台湾港口拍开，你若无拍开来讲，外国的宣教师无法度入来。拍开以后，第一个入来就是英国的马雅各医生，伊伫来台南，来伫府城。伫北部来讲，就是加拿大的马偕。这两个一个北边，一个南边，甲台湾就包起来。然后就在那一直入来，宣教师一直入来。所以虽然讲无平等，但是是对福音做好的一个机会，对无一个开始。看到外口的世界无讲安尼关咧，毋是讲翁仔底喙鸡共款啦。关咧讲天就是生做安尼，袂安尼讲。但是咱知影有一个伫马雅各入来以前有一个神父对胆到用行到屏东诶万金的所在，万金传教，所以伫万金的所在就设立一间教会，一间天主教的教堂。伊迄是台湾即摆抑阁有伫咧上早的教堂，就是一间会当去参观啦。这看起来咱像迄伫欧洲诶，西班牙，伊迄是西班牙人去诶，无毋对。所以看起来伊就是照西班牙诶。后来马雅各来是英国来诶，所以后来英国诶教会诶款式伫台湾看到啊。台湾真诶教会就是仿英国诶教会来建立。这间是咱台湾诶第一间。就是一个神父是个神父做。就是讲，即摆抑阁有伫咧教会内底诶第一间啦，上早诶一间啦。阁有伫诶教会，后来中老教会。看台湾是安怎来，咱即摆小可回想，我较早有讲过台湾是安怎本地拢无歹。当然，宣教师先去厦门，伫厦门诶所在，因为伫厦门遐有一个叫做杜家德宣教师，伊就坐船来伫淡水遐啦，伊就起来台湾看卖，伊是来看卖咧尔，看讲即块土地是生做啥款，伊起来是发现讲，哇！伊惊一跳讲，我伫厦门行无几公里，因讲诶话就无共款啦，伊行去福州，行去什物州，着佫无共款。来台湾过一个海，抑阁是讲话甲厦门共款，伊着惊一跳，讲是安怎这个人，甲伊讲诶话我拢听有咧，因为伊一定会晓讲杜家德牧师啦，一定会晓讲，所以伊就讲，伊就探听落去，知影讲对台湾诶北边一直到南边，遮尔长诶所在，逐个人拢是讲即款话，伊就真欢喜，因报告因诶。英国诶宣教会讲即个所在爱发展因为语言拢共款，你若学一个所在，就会当传互遮全部啦。你若去伫大陆要传福音，你敢若伫厦门，剩诶传袂开啊，因为别位诶所在讲无共款诶话啊，你还个定安尼做麻烦安尼兼即阮欧洲做成诶过一个国家讲诶话拢无共。所以迄阵迄个马雅各医师就是对杜家德牧师来诶，杜家德牧师就直接带马雅各来，来看以后，当然马雅各佫转去，后来佫来
后来伊就决心全部拢要来台湾。在1865年时，伊才来着看世界，所以看世界教会，会当讲是台湾释教的第一间教会。所以长老会啦，长老会第一间，长老会第一间哦。阿嬷甲伊当然就是伫淡水啊，伫北台湾。后来咱知影迄阵拢是清朝的时阵啦，一直到1895，毋是日本人就占领台湾，占领台湾西教书伫台湾做足侪代志，互台湾人减死足侪人。因为像台南来讲，咱大家拢知，日本因为北平甲南平来的部队伫台南要救啊，伊知影讲有一个老鹰胡奇将军是最后拍日本人的，所以因足谨慎，甲两边的军队拢合作的时，甲要进攻台南。拢已经计划好势啦，船已经开入去到2000航溪啊，咱较早有讲过，有开入去2000航溪，画伫安平港，算做已经甲台南包起来，包起来，伊即摆伊的枪拍入来以后，百姓死一大堆啊，迄阵的西教书就是迄阵西教书就送，我有一个送牧师甲巴克的牧师有无，拢着带伊入来，带伊入来，去甲日本人讲你免拍，我带你入来，对无？就安尼甲伊带入来就拢毋免拍死一个人。因为迄阵已经挂位，土地已经顶悬就讲你的政府已经同意，讲好即个土地互恁。已经挂互人了，挂互人你要搁安怎抵抗诶？迄阵老鹰甲已经逃走啊！迄阵诶将军上真一个领导者啦一个有法度化军队诶，已经逃走啊！无人讲去啊！什么人就拢完全无头啦嘛！你乌白拍假死诶对，所以讲西教书伫台湾进入诶时啊，做足侪工课。后来咱个继续看这就是日本人。日本人虽然讲伊伫山地有禁止人传福音，当然啦，叫人就爱拜神社啦，因为日本的神社就是讲甲因的王，甲因的统治者当作神来拜。逐个人拢爱拜，你若无拜伊拢派人去教会听。因有规定讲，你若要做礼拜以前，大声爱向东行，祝福迄个日本的神社，迄个日本的天皇啦，爱真长会，爱食几万担的就对啊因为是神。第一个爱拜第二恁爱祈祷。伊甲教会人规定，讲爱第二项爱祈祷啥？祈祷日本出去战争，就爱凯旋转来，就讲拍赢转。拍赢转啊，就是讲足侪人互拍死啊。所以有一个牧师的想法，就讲安尼毋对呢。阮教会是主是阮的中心，耶稣是阮的中心，阮的主。阮除去以外无个别的，所以话牧师无爱，无爱就互掠去改造心灵啦。就讲定心改造，就掠去关啦，去洗脑。毋过有出现一个日本人叫做井上义之助即个人伫台湾会当讲非常投入，因为因老爸。因老爸因为蒋，咱迄阵毋是咱台湾有足侪蒋仔树嘛，蒋仔树因着撤转去经济路用啊，有蒋仔树有油通好卖，真好趁钱。因老爸有来，伫山顶着互原住民来杀死，杀死了因囝的名叫做井上义之助伊就讲，伊要来做传道士，因为传道教师，伊要甲耶稣传互台湾的山地同胞，互因会当开发。伊要用即款的疼来报怨因老爸，互人拍死。
是一个真有疼心的基督徒啊。真伟大，就是因老爸去互杀死，伊佫讲我要来甲迄个人传福音，甲因讲。即个人，我想足侪人拢了解，拢捌伊啦。尤其迄个原住民拢会知影，因为伊做足侪代志。是，所以迄阵诶排湾，排湾族伫南部遮吼，咱即摆讲一个例啦，讲一个因迫害啊，迫害讲日本吼，就是讲爱安那找总是啊，伫日本时代吼，伫山地原住民受日本诶迫害是非常济。啊，到日本退倒转诶时候，有人吼，就开始问啊，讲啊，日本诶神走去啊，啊，阮要去拜啥？因为因迄阵规定一定爱拜神社，所以我还记我去迄个北大武对吧？北大武抑阁有一个神社，抑阁有伫咧。较早吼，爱去遐甲伊拜吼，日本神社。啊，台湾族有一个村长，伫教会，因为阁有一个咱即摆来讲迄个柯有才迄个牧师，迄个日本人是井上一之助啦吼，即个人是日本人伫台湾诶山地做足侪代志，啊，伫台湾诶牧师来讲，有一个柯有才，伊也是做足侪代志。哦，伊捌伫迄个屏东诶一个原住民诶部落做代理校长，因为伊是要甲迄个福音传互所有诶人，哦，所有原住民就对啊。所以有人就日本人倒转去以后，就台湾光复啦嘛，啊，光复日本人就转去，啊，日本人转去就无人叫伊去拜神社，伊就免拜啊，啊，伊毋免拜，为了想讲啊，我搁煞落去拜啥？啊，就来问柯有才，啊，柯有才就感动啦，伊就讲话啊，伊就从离开伊诶职务，啊，就开始上山顶去传福音，去甲所有原住民解说，咱要讲诶，咱要敬拜是迄个创造天地诶主宰，哦，伊是互咱生命，哦，咱将来咱诶目的，咱相信伊诶目的，就是将来有永远诶活命。啊，要安怎得到永远诶活命？就是讲白白得到，哦，白白得到诶意思，伫台湾平地人听无啦。因为伊讲哪有遐好康诶代志，哪有迄个白白得到诶福音呢？哦，拢嘛爱钱共买，啊若无伊就有啥物交换嘛？哦对无？对，所以无迄个毋免钱诶代志。所以讲毋免钱就会当，就讲你得救是白白得到，即款信袂落去啊。拢嘛讲我，比如讲我即摆若爱国奖券啦，还是讲六合彩，拢嘛去找一个神来咒助，讲我若中奖，我就要甲你做戏互你看。而且，你要互人算命嘛是爱互人钱诶哦，要改命拢爱钱。但是阮诶上帝拢毋免钱啊吼，讲毋免钱，这实在前提，即款是真大诶福音哦。是。咱来看一个圣经节啦，马太福音24章14节哦。即个天国诶福音要传到通天诶做干净伫万邦。迄时末期就到，就讲末日将来要到，当时要到，当这福音要传遍到每一个角落诶时，末期就到。末期是啥意思？就是上帝要搁再来掌管整个诶宇宙。是，所以咱今仔日讲诶，就是末日，大家要开始吼。宣教书已经咱暂时讲一段落，哦，当然抑阁足侪啦，恁会当个人家己去讲，家己去想，家己去研究，抑阁真侪宣教书所做诶脚业。讲袂了诶。咱即摆即个部分咱结束，后礼拜咱来讲别项。是，所以咱要去对位呢？其实我今仔日已经来到台南，即位老师伫我诶楼骹。
所以观众朋友伫路顶看到我会讲，奇怪，你即个人毋是伫即个什物 Facebook 顶悬吼？为虾米走来遮啊？搁拄着无化妆的我，感觉怪怪。盗版诶，所以其实咱为今仔日开始后礼拜开始，咱就要去无共所在吼。每礼拜伊共款伫顶悬会共观众朋友见面，但是阮会去无共款诶国家，希望阮会去无共款国家诶时遇着你，你会当甲阮拍招呼吼，还是来顶悬甲阮讲两句。阮嘛是希望讲会当搁较侪人会当来传即个好消息，对无？因为足侪人咧传吼，传袂了。但是阮有一个使命，就是要甲遮个好消息讲互搁较侪人知影吼。更较重要诶是要用台湾话讲互台湾人听，因为真侪台湾人听无中国话。我即辈诶人是真侪听无中国话，对。但是其实是即阵足侪伫国外诶人吼，因会晓讲台湾话，无一定会晓讲中国话，对无？也是有福建话，像马来西亚咱有足侪朋友吼，咱诶明花、麦秋、美华，拢伫线上吼，甲咱支持吼，因拢是讲会晓讲闽南话厉害诶吼。所以观众朋友，恁若有要对阮做伙，叫做启航对无？启航台语名讲？开放吼，还是讲启定吼？启定对，就是对阮做伙走诶。恁讲启定，阮会使。启定，你嘛会当下来哦，看你有伫啥物国家诶，甲阮讲一下，阮会甲你联络。会当请你来讲一个小故事，互阮知影吼。阮嘛希望去了解每一个国家无共款诶宣教师，还是无共款国家因诶基督徒是安怎生活，还是遇着啥物挑战即个代志故事吼，甲讲互观众朋友知影对无？吼，今仔日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咱支持后礼拜同一时间哦。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点10分，佮共款来讲故事。好，安尼祝大家平安。最近老师最近咧奥运对无？做劳累咧吼，就是全世界拢咧看节目台湾其实顶礼拜是风台，嘛是最严重诶吼，有个所在吼，火车拢袂通，还是真正诶地动，还是讲伫世界倒一个角落吼，你有啥物代志，你嘛会当写来甲阮分享，阮会当为你祈祷，愿上帝平安到平安诶。人就全家吼好，安尼大家平安，上帝祝福恁，下礼拜再会，多谢老师。